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愿圣灵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视野跟生命的力量。在今天这个主日，我愿跟大家分享两段经文，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价值跟我们生命的作为。愿以赛亚书的祷告以及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能够带给我们对自己生命有所期许。上帝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他创造了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也可以跟这个创造者再一次的来呼求，愿圣灵带给我们生命的价值，让我们在自己生涯的过程当中安静的祷告，问我们自己，我们花了多少时间为自己生命的价值做过祷告，多做过交托。愿我们今天在以赛亚书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是来自于上帝亲口所说的话语。他说，你在我的手掌中，你在我的掌心，将成为我生命的冠冕，一个天国君王的冠冕。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上帝亲自的应许，他所给我们新的名字，来为我们自己生命做祷告。也愿各位弟兄姐妹的家庭，包括你的孩子，他们将来成为上帝手上贵重的器皿。让我们从神的应许当中，为自己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我们有生之年不是得过且过，我们的一生的岁月也不是随风而吹，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是应该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生命呼求这个创造主。愿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同为天国之子，我们同为神天国的孩子，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帮助当中，我们成为上帝手上一个贵重的器皿。愿今天的经文带给大家一种新的觉醒。这个新的觉醒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上帝手上贵重的器皿。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1节到23节，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在上帝手上贵重的器皿，这个贵重这个字在原文叫做 timei， 这一个字它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释。这一个 timei 这个字就是有价值的生命，成为上帝手上贵重的器皿，不只是指能够赚大钱，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平凡的生命当中带有不平凡的生命的亮光。愿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或许都是来自于平凡的家庭，我们的生命也是极其平凡，但是愿圣灵帮助我们不看轻自己，如同保罗教导他属灵的孩子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这个字意思就是说，不要小看了你自己，你在众人的面前应该要知道，你是上帝手上荣耀的冠冕跟器皿。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为这个做祷告。大器在中文在我们的语言的当中，应该有至少有两个意涵。一个大器就是很大的容器，大器的意思就是指人的胸襟是何等的广阔。所以说大象宰相肚子能撑船，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胸心如果够广，他才能够拥有更广的一个视野。第二个呢，他谈的是一个大器，就是说他的才气才华都是足够的，是指人的气质跟人的风度。各位弟兄姐妹，不论是指一个这个量器的大小，或者只是来象征性这个量器的它的价值。愿我们在今天的祷告，今天的礼拜当中，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生命来做祷告。那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有几个来形容人是一个才气不凡的人比如说气宇轩昂，才德兼备，玉树临风，都是形容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或者顶天立地的一个俊美的人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中文其实不足以来形容。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来自于神的应许。他说：“你在我的掌中必成为国王的皇冠。”这个地方是这一句话是谈论到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应许，因为神看他的喜安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跟我们的生命，如同他手上的一个荣耀的冠冕。也愿我们在神的面前不看轻自己。
所以通过今天的2段的经文，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做2个祷告。第一个，让我们的生命活出精彩，让我们的生命活出美好，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生命做祷告。我们跟神说，神啊，你所造的一切尽都美好，你看你所造的生命尽都美好，包括是我的生命在神的眼中看为美好。那我在神的面前也要为我自己的生命来做负责，我也要为我自己的生命来做宣告跟祷告，也愿我的生命真的能够活出美好。那个美好不是外在，那个美好是从我内心当中有神的灵，有上帝美好的本性，由内而外，由内而生。所以相由心生就是这个意思。我的外向是因着我内在的灵跟我的心的灵命，愿神带给我们活出美好的这种的行动跟祷告。第二，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为自己的胸襟祷告。神的孩子，我们的是海阔天空，我们的生命是海阔天空的生命。神给我们的一个气量，胸襟应该就是一个国度性的胸襟。如果我们明白我是一个君王的孩子，如果我明白我是一个来自于贵族的后裔，那我就来自于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有这种天国的胸襟跟气息。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神量给我们的杯是没有止境的，神量给我们的杯是长阔高深，是一个充满了甜美跟丰盛。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按手在自己的胸襟祷告，求神让我们不做一种善于嫉妒跟小气的人，求神开阔我们的胸襟，也求神将他的丰盛的生命如涌流的泉源，就运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每一天。那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外貌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欲望。所以这个是里面的人，我们里面的人是能改变的，而也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所做极其重要的救恩。主耶稣基督临到的时候，没有人不改变。所以保罗说，凡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必成新造的人。所以信仰带给人类最大的祝福，不是改变人的外观，而是改变人内在的心灵。所以人真正的美就由里面而产生，因着一个幸福，就洋溢着一个甜美的、自在的、信心的一种充满了喜乐跟平安。人的外貌不再是一个五官的美，而是一种精神的美，是一种灵魂的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胸襟里面拥有良善，我们就活出良善的美；我们心中拥有邪恶，我们的眼神就带有杀气，带有邪气。各位弟兄姐妹，天国的胸襟对一个基督徒、天父的孩子是何其的重要。它带给我们的是一个胸襟，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眼界，也带给我们是一种属灵的气质。这也就是保罗所说圣灵带给我们，让神的本性，让我们参与在神本性，也就是神在创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将他的属灵的灵就赏赐给我们。所以如同今天我的投影片在这个主题的投影片当中，我用一个陶匠，一个窑匠，他用他的手在形塑一个器皿。我们的天父就是这个烧窑的，就是一个窑匠，他将一块泥土形塑成为有他自己的形象，然后将他的灵就注入在这一个没有生命的泥土当中，然后神就称他为亚当，我们的生命就称为人类。愿神在今天的礼拜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第一个，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多祷告，常常祷告，因为没有祷告就没有得着。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心中的渴望，我们要为了生命的荣美来做祷告。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我们的天父上帝期待我们不看轻自己，也期待我们能够成为他手上荣耀的冠冕，是他和他所用的一个器皿。我们在神的面前为自己按手祷告说，主啊，求你垂听我心灵的祷告，我不愿意再做一种卑微的人，我愿意在你我一生当中用我的生命为你而活。这也是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安静的为自己人生做祷告，用今天的经文做祷告。当我们将自己的生命摆上的时候，我们就跟神求说，使得以赛亚也传递了神你的应许，你说你亲口所说的，我们必成为你的华冠，成为你的冠冕。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将成为一个展现神你君王的一个荣耀跟你的地位，
愿神你按手在我的生命当中啊，让我死而复活，让我失而复得，让神的灵在神的神性能够在我的家族里面生生世世的，让我们的家族能够荣耀你。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拥有什么样的生命呢？许多人营营汲汲所得的就是这个社会的地位，就是一个学历，就是一个财富。各位弟兄姐妹，天国的孩子不是这么祷告，因为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那是一个世俗的人所求的，是一个外邦人所求的。天国的孩子不为这个而求。各位弟兄姐妹，那么我们求什么呢？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当求天上的父，就是他的天国降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各位弟兄姐妹，当天国临到我们的生命，就是神的荣耀临到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散发出来一种新的一个气息。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玉树临风。我们虽然不讲话，但是我们就带着一种美。我们虽然不讲话，我们就带着某一种气质。我们虽然不讲话，就我们的生命也在讲话。各位弟兄姐妹，愿神的灵就充满运行在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另一段的经文谈到，在神的大户家里，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最重要的，他提摩太前书第2章的第21节，他说在大户人家里面，第20节，大户人家里面充满了各型各样的器皿，有金银所做的，有木头所做的，有其他陶土所做的。各位弟兄姐妹，在象征着在世上有各种不同价值的生命，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成为一个属灵价值的人。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用价钱衡量，更不用金银财富来衡量。我们真正的属灵的价值，虽然这个经文谈到了金器、银器、木器跟陶器，但是最重要，其实它是在指价值不一样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提摩太后书第2章21节这么说，他说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这个大户人家是保罗学着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比喻，他指的是天国的主人，他是一个天国的君王，他在他的身边拥有了许多不一样的器皿。我们同样是神所造的，但是有些人自甘卑贱，就是选择了这个卑劣的生命营营汲汲的只为财物而活。但是有人为了一个能够100年之后仍然说话的生命，就是能够千秋万世留名的，真的成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些人死后就不再有人谈他的人生，但是有一些人死了以后100年1000年，他的生命仍然会如故事一样的随风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典范，他的生命1000年之后仍然会继续在被人歌颂。我们的生命也像耶稣基督一样，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上帝手上贵重的器皿。那贵重是一种选择，选择是一种智慧，所以属灵的智慧带给我们一种选择的能力跟做决定的能力。所以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这句话就是谈到，当一个人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他就拥有一个选择的这种智慧，他就会从一个东西里面看到了生命的价值。英文有一本书，它的书名非常的吸引的我，它的书名这么说 ：Choose to be great instead of big。它的意思就是我选择成为一种尊贵的生命，更胜于我选择成为有钱人。这一本书其实是在谈到美国的各种不同的企业的反省。有些企业是庞大赚钱的，但是这本书他谈到在美国10个，它不是一个顶尖庞大的特斯拉的，就是一种能够跨国的巨型的一个企业而已。他谈到了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企业，并不一定是用它的这种企业的大小，不是以它赚钱的这种额度，而是他真正的贡献跟影响力。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将这一本书的这种提出来一种新的看见、新的价值判断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其实不用成绩单来衡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也不应该是用金钱来衡量我今天的成功跟成就。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在圣灵的感动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看似一无所有，可能
是样样都有，看似不为人知，可能却是普天都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将我们自己的生命掏出来，在神的面前摆上作为祷告。我们就问神说：神啊，我的生命当中能够为你成就什么？慈爱的天父，求你照你自己的应许，你说你亲口所说的，你将称我用一个新的名字来称呼我们。各位弟兄姐妹，神用一个新的名字来称呼我们。以前称我们为他手造的器皿，但是他今天称为我们成为他的爱子。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是不能用其他的身份来衡量的，我们就读得懂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说：我举目仰望你所造的日月星辰，我就问，我算什么？你竟然将荣耀尊贵赐给我，成为我生命的冠冕。各位弟兄姐妹，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我们属乎他，他称我们为孩子，我们属乎他，我们称他为天父，阿爸天父。各位弟兄姐妹，选择尊贵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智慧，愿圣灵帮助我们。这是以赛亚的祷告。以赛亚说：你当听，你当记得，你当知道，今天耶和华他亲口所说的话。说的什么话呢？说的在以赛亚书第62章第2节。以赛亚书在62章第2节，他说：你必得到一个新的称呼，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所说的。62章第3节，他说：你在耶和华手中，我们在耶和华的手中将成为他的荣耀的冠冕。各位弟兄姐妹，他带着我们走到世界各地，让我们知道我们荣耀他，他荣耀我们。神荣耀他自己的孩子，神的孩子也要荣耀神自己。这是以赛亚的祷告。以赛亚他对自己对上帝的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他说：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以赛亚书64章第8节，他说：阿爸天父，我们是你手上的泥巴球，我们是你手上的一块泥土，你是一个陶匠，你是一个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上的作品。中文把它翻译说，我们是上帝手上的工作。其实这个字应该是翻译成为我们是上帝手上的作品。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翻译，我们就读懂了在起初创世纪摩西五经的创世纪里面，上帝自己来宣告起初的创造。他说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形象，神用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然后将他的灵气就吹在人的生命当中，他就活过来，他就成为一个有灵气的活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神他特别的作品，他用耶稣基督宝血所造，他用圣灵的火所造。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进入到这一块陶土，然后圣灵的火就将在这一个没有成型的软趴趴的陶土，圣灵的火就将这一个软趴趴的陶土就成为一个俊美的，是神的灵所带领的一个生命。我们在今天就说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当我们还是一个没有用的陶土的时候，你用你的宝血来浸润的我们的生命，你用你的宝血来盖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羊羔的宝血就带来的绝世的荣美。你用你自己复活的灵，就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生命。各位弟兄姐妹，从此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我们是一个重价所赎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价值。各位弟兄姐妹，所以不要看轻自己，我们是上帝手上贵重的器皿。我们是上帝手上贵重的器皿，所以你当向你的孩子说：孩子，我们的家族虽然平凡，但是我们是上帝贵重的家族。各位弟兄姐妹，好不好？你经常就用奉主耶稣的名来宣告你的家庭，宣告你的孩子，甚至到你的孙子，到你的曾孙，你就为你的家族说：主啊，我们虽然平凡，如同无饼二鱼，但是愿主你破裂掰开，将我们的生命就打开，让我们的生命就归荣耀给你。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生命的祷告。所以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定位。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我们就问我自己：耶稣，你为我而死，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问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你为我而死，
主耶稣基督，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说：“来跟从我。”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我们的生命的定位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天天背十字架。耶稣说：“凡我所教导你的，你就照着去做。”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很清楚，早就告诉我们，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也是天父上帝阿爸天父所说的凡神所说亲口所说的话。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就不能够跳过去忽略，而不去没有作为。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看自己，我们就说我的生命已经属耶稣基督，我们怎么能让耶稣基督羞愧呢？我的生命是上帝的形象，我怎么能够让我的阿爸天父羞愧呢？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再糊涂做荒唐的人，不要再做糊涂荒唐的基督徒。我们当醒悟过来，跟神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孩子。但是求天父你再一次拥抱我。当我们跟神说：阿爸天父，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孩子。我们当知道，神绝对不遗弃我们，也不抛弃我们。神必然用他的臂膀来拥抱我们，说：我亲爱的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呢？永永远远你是我的孩子。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看清自己，而且我们应该重新活了过来，跟神说：我从今之后，凡我所到之处，必高举你的名；凡我所到之处，必荣耀我是你的孩子。这一个尊荣的生命，就如同我听到天父所说的话语，如同保罗对提摩太所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谦节上做世人的榜样。各位弟兄姐妹，不要看清自己。我们说话，我们休息，我们游戏我们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为主而活。愿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记号，能够彰显出活出美好的祷告。这是今天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你按手在自己生命的时候，第一个为自己祷告：主啊，让我活出精彩，让我活出精彩的人生，让我活出美好。主啊，我没有能力美好，但是你的灵如果在我的里面，主啊，我没有能力活出美好，但是如果你的灵在我的里面，我没有美好，那才奇怪。因为你的荣耀就彰显在我的生命的当中。人若自洁，各位弟兄姐妹，有因必有果，要果就要有因，要有这种圣灵的果子，必须要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告诉他的孩子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我们有祷告，我们必须有行动。脱离卑贱就是我们的行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差遣，他说：这是我的宝血，是新约。各位弟兄姐妹，就是一个新的生活，就是已过。所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结果就是拥有价值的生命。让我们在自己神的面前领受说：主啊，我不能，我不配，但是求你赐给我。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知道，当圣灵进到我的里面，我们里面的人就不一样。我们就按手祷告，为自己里面这个人做祝福。我们按手为我自己里面的血气，这一个小我，这一个老我，我们就按手在这个老我跟这一个血气的我们就按手在他的里面祷告说：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宝血的大能，让你成为一个能够荣耀神的新的人。阿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为我们自己祷告，神就将他的灵加添在我们的里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就教导了提摩太说：神必将一切关乎生命跟敬虔的事赐给你，圣灵必将生命跟敬虔的奥秘赐给每一个尊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就被悦纳，我们的生命就被主耶稣所接纳，就脱离了世上一切情欲的败坏，那就成为神的性情所充满的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教会。我们就叫成为一个被神的性情，这个性情这个字本质叫做 nature， 就是人的本质。上帝的本质就进到一个陶土的里面，上帝的本质就进到我的里面，我的本质就脱胎换骨，拥有了神的
本性跟他的本质。各位弟兄姐妹，多美的一种应许！第二个，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为自己的胸襟祷告，不要做一个善于计较的人，不要再做善于嫉妒的人，不要做一个善于这一个自卑感的人。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有一种自卑感、卑劣的看清自己，或者看到别人好就不得见人好。许多人的生命当中是一个没有满足过，没有一个满足的喜乐，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一种开阔、长阔高深的生命。所以第二个祷告，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为自己、为孩子、为你的家庭祷告，愿神的国度临到你的家族，你的家族就成为一个翩翩风唤长阔高深，能够拥有一种大量的气量的胸襟的一个家庭。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凡事为福音而贫穷，我们是一种有慷慨气量的教会，还我所有的，就愿意为福音与不相干的人做分享。各位弟兄姐妹，起初我们做不来，但是如果圣灵掌权，我们就做得来。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没有圣灵，这个国度是死的，是一个荒废的城墙。如果我们的生命有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一个荒废的城墙，我们将成为一个神降临在心中，如同在天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当一个人有一个国度性的祷告，他就有一种高度，他就有一个宽度，他就有一个深度。各位弟兄姐妹，他就有一个长度，他所思思念念、思思所想的，就不再只是吃喝玩乐。各位弟兄姐妹，天国的国度会开启了我们的眼睛，还我们所看的是一个透彻，是穿越了1,000年。我们知道1,000年之后，它仍然会有影响力的。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种价值。各位弟兄姐妹主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拿捏了这个陶土，那个陶土就成为我们的心。这个心就成为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量器。所以主说，你用什么量给别人，我们用什么来承受。我们用什么量给别人，我们用什么样的因跟果来承受这个我们生命所回馈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是一个非常贵气的一个器皿，它不是用金银这种世俗的金属的东西能够形容的，它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宝血，它是一个神的灵，懂吗？我们的生命的良器不是以金银打造的，我们的生命的良器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跟圣灵这一个永存的灵所打造的。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价值。那既然神是个灵，我们的心应该装什么呢？我们不应该用肮脏的杯子来盛装上帝这种圣洁的灵，所以我们的心应该是承载着一种干净洁净的。所以要学得懂，我们的心就是一个义人的心。所罗门在他的箴言里面谈到几次，不很多次，但是他谈到的义人的心思意念。义人的心思意念，义人的心是指什么呢？义人的心就是存好心，说好话，然后心里面良善就做良善的事情，人的心里面是尊贵就做尊贵的事情。义人的心，义人的心怎么样，他的心思意念就怎么样。就是今天这2段的经文，箴言第11章23节跟15章第28节。义人的心，他在还没有成就他的行为之前，他深思熟虑。义人是拥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智慧，义人是拥有一个正直的灵，一个干净的心。各位弟兄姐妹，愿今天的我们的敬拜，神通过时空穿越所有的一个时空，能够进到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学习耶稣基督的教导的祷告，当门徒说我当怎么样祷告，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主就教导他们说，你当这么说，我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为我们生命这个杯子祷告，我们当为我们的生命这个良器祷告，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将成为福音的杯子，我们的心思意念将成为天国的福音的杯子。我们要如同大卫说我要手捧着救恩的杯，我要捧着神救恩的杯来品尝神救恩的滋味。我要带着这个救恩的杯行走到天涯海角，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当求天国的神的国跟神的义，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如此
为自己生命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个人就全然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我祝福你。你也为牧师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彼此祷告跟祝福。愿神的灵进到我们彼此生命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因着圣灵而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有不一样的胸怀，有不一样的胸襟，有不一样的眼界，有不一样的眼光，有不一样的本质，有不一样的性情。各位弟兄姐妹，我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里面的情绪，我里面的欲望，我里面的属血气败坏的欲望将被丢弃，然后神的一个浇灌，神将有价值的事情放在我的里面。当我们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就是渴慕有价值的生命。当我们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就是为我们的生命这种平平庸庸庸庸碌碌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跟神说，神啊，我不要庸庸碌碌的过一辈子，我要成为神你手上真的懂得而且活出有价值的生命，它是千秋万世都存在的。各位弟兄姐妹，学习雅比斯的祷告。雅比斯就跟耶和华上帝，就跟耶和华他的上帝求说，我甚愿，我期待，我巴不得，我渴望你将天上的祝福赐给我拓展开张我的境界。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在旧约有好几个经文都是谈到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张口。我向神大大的张口，神就大大的喂养我，我的境界，我的障围，我就要不断的拆毁，不断的重建。各位弟兄姐妹，愿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教会的障围不断的扩张，让你的家族不断的扩张，让我们的心胸不断的扩张。世界不改变，但是我们的生命小小的这颗心，后来去扩张，甚至超过整个宇宙。这就是天国的意思。属世的物质的环境不改变，但是属灵的环境是属灵的是会改变，因为属灵是超乎物质。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将自己的生命再一次摆上。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耶和华我们的天父按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我们的生命交到神的面前，求阿爸天父为我们按手。阿爸天父，拿掉我内心当中不属于你的。阿爸天父，将我拿走我心中里面的苦毒，我心中里面的一些属血气的污秽的阿爸天父，求你将这个杂质拿掉。阿爸天父，求你用你自己的荣耀来造我的新生命，让我的成为你手上的器皿。主天父，我赞美你，我敬拜你，我愿将我自己的生命交给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天你赐给我们这两段的经文，真是我们祷告的依据。我们听到耶和华亲爱的阿爸天父，你自己亲口所说的话，你说在你的掌中。主啊，我不要求你照我的意思造成我的形象，我在你的面前只有安静的听。阿爸天父，求你照你自己的意念，照你的心思，照你自己的形象来重新造我的生命。阿爸天父，我将我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跟他们的孩子跟他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上，让普天之下所有称耶稣基督我们同为弟兄姐妹的教会，同为弟兄姐妹的家庭，我们都能够一起归荣耀给主耶稣基督。愿我们成为合你所用的器皿。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荣耀将贯穿在我们这卑微没有价值的生命当中。我们将自己的生命摆上，如同五饼二鱼。感谢赞美你，奉你的圣名求，阿们。